而家呢個世界咧，只要你係中產，你有冇發覺咧？呢個世界咁有好多唔同嘅娛樂啊，又或者好多活動啦，係會從你嘅身上不知不覺去攞走你辛辛苦苦賺翻嚟嘅錢㗎。包括係你出街會見到形形色色好多唔同嘅一啲促銷啦，咁同埋你維護自己嘅生活咧，亦都會有好多成本你需要使嘅。譬如話你部電話會每一兩年你會換一次啦，如果你有車嘅話就更加會有好多維護嘅成本啦。另外科技日新月異啦，你硬係會俾錢去 subscribe 唔同嘅月費嘅喎，例如係好多 AI 嘅工具啦，又或者係一啲唔同娛樂場所嘅會費啦，都未計任何喺健康上面你需要維護自己，即係健健康康養生嘅成本啊。所以我覺得人生其實就係一場不斷地去做資產配置嘅一個過程。你年青嗰陣時，你當然唔需要話擺太多錢去做健康嘅維護啦，你大部分嘅錢可能都用嚟吃喝玩樂。有3萬蚊收入，可能你就使晒3萬蚊。咁但係你年紀越嚟越大咧，你就會發覺咧身體好多痛症會逐漸出現啦。好多時你都會跌錢㗎，話去睇呢個鐵德啊，又或者突然間腸胃炎啊，咁又冇一筆啦。咁除非你有一啲保障性嘅一啲保險單嘅啫，如果唔係你又跌一筆啦。即係我自己啦，就每個禮拜啦都會做一次一啲針灸治療嘅，咁就對於體內嘅排毒會有好大嘅幫助啦。所以呢個對我嘅健康，我覺得係一個最大而最有效率嘅保障啦。但係好多人未必識諗噶嘛，慢慢大咧就會有好多唔同嘅疾病。咁佢買一份保險，住院保障啦，咁冇錯係可以幫助到佢，唔需要擔心話入院個情況嘅。咁但係其實對於佢哋實際嘅健康咧，就兩睇啦。咁如果你覺得可以將你嘅痛症消除，傳統醫學係幫到你嘅，某程度上係幫到你嘅。但係你話如果真係想根治咧，咁可能就真係需要由細到大都要有一套即係養生啊、健康即係做運動嘅一啲習慣咯。你去到40、50歲先臨急抱佛腳咧，基本上你賺幾多錢都係俾錢養醫生，賺錢養醫生。所以我覺得人生就係資產配置嘅一個不斷地去做呢個咁樣嘅配置嘅一個遊戲咯。咁你到慢慢40歲啦，你要開始諗下點樣養老啊，你要開始去諗下點樣去為自己健康加油啦。咁同埋你又唔敢咁進取喎，你嘅投資策略咁可能就會比較保守啦。我諗要有3種錢啦。如果譬如話我當你有100萬啦，唔好多100萬喺香港，其實100萬都唔係啲咩錢。咁但係我覺得話多唔多話少唔少，100萬應該點樣配置咧？我覺得首先即係30%錢啦，係應該用嚟傍身嘅。咁呢筆錢係令到你自己可以說服自己，就係無論發生咩事，我都起碼有最少1年嘅時間係可以養得活自己嘅。咁另外嗰1/3啦，就去投資自己嘅成長啦，投資自己嘅腦袋啦，令到自己係有增值嘅能力嘅。今日你可能你嘅能力只可以揾1萬蚊或者2萬蚊一個月，唔緊要。但係如果你不斷地增值自己，咁你係其實係有機會可以揾3萬蚊啦、4萬蚊啦，甚至10萬蚊一個月。咁所以增值自己嘅錢咧係唔少得咯。最後1/3嘅錢咧，我會覺得可以考慮擺喺一啲中長期穩健有增長能力嘅一啲資產上面啦。可能你會覺得係黃金啦，可能你會覺得係特斯拉嘅股票啦，又或者覺得係大餅都好啦。咁視乎翻你自己嗰個風險承受能力去自己決定。咁我自己我做開保險啦，咁我又唔可以硬 sell 保險嘅。不過的而且確中長期穩健嘅保險儲蓄計劃係其中一種選擇啦。咁你可以將呢1/3嘅錢，你又可以再分開3份噶嘛，一份保險儲蓄計劃，咁另外一份可能係黃金，另外一份就係特斯拉嘅股票又好，又或者係一啲 ETF 又好，又或者係而家都出咗一啲有個抗通脹潛力嘅一啲 ETF，就係大餅同埋黃金混合一體嘅，呢啲你都可以考慮噶嘛。當然啦，除咗喺財政上嘅一啲資產配置嘅概念之外咧，你亦都要注意自己嗰個健康狀況咯。覺得係即係起碼你譬如話去到40零歲，你要 check 住自己啲血壓啊，又或者有冇三高啊，有冇糖尿呢啲問題。因為呢啲問題如果一出現咧，你揾幾多錢都冇用，你都係俾晒醫生嘅啫。所以改變飲食習慣係好緊要嘅。我見到身邊好多朋友咧揾好多錢，但係健康唔好啦，甚至好多已經40零歲、50歲已經走咗啦。咁你揾幾多錢都冇意思啦，係咪？你有健康，你就算呢刻你一無所有，你都可以隨時重新開始。但係如果你健康出咗問題，我就當你有10個億，你瞓喺張床上面，又或者你嘅生活上有好多健康上嘅體能上嘅限制，咁你嘅人生都冇乜意思。你覺得呢？今日分享嘅嘢對你有啟發嗎？我係香港占記，期待透過我嘅出現，可以令你盡早明白到資產配置及退休理財嘅重要性。